嘿，各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小九。那么，我将要说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这期的音声啊，就是不是特别甜。然后再来呢，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说一下呢，就是因为这个音声，嗯，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适合那些被男生伤害过心的人听的。虽然我后面有个转折啊，但是依旧是一个不太好的结局。所以，如果说你是嗯刚刚分手，或者是说被某些男生很过分的伤害过，并不是很推荐你听这种音声。对，那么我先把话放这里哦，反正各位选择性啊。如果说你觉得只是听一下没有关系的话，可以继续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这样子不太好，那就不要听了。好了，那就这样子。不管怎么样，让我们进入音声的世界吧。哦，对了，后面有一小段，因为我的外卖来了嘛，就是真奶，然后我去拿了一下，所以后面可能就是剧情什么可能有一丁点变化，但是其实大多数没有变化。对，OK，那我们进入音声的世界吧。助けるや、ナナミ。你回来了，啊，坐吧，家里打扫好了。啊？什么？啊？你说行李箱啊？就感觉挺乱的，就把自己衣服什么的准备好了。嗯，你先坐下，我有事情要跟你说。那个，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你这2天出去啊，我在手机上面啊看到一个影片，然后呢，这个影片上说，嗯，女孩子是绝对不会忘记第一次和男朋友做的任何事情，所以我也想问问你，你和我第一次，嗯，第一次接吻是在什么时候啊？我想你也不知道啊。没什么，我就有点小失望，但是也不太至于这么多。那啥，等一下呢，我找你笔钱吧。嗯，要干什么？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已经1年了，可是你还不记得你和我2个人第一次是在什么时候？我觉得很荒谬哎。所以，我打算我们2个暂时性的先不要一起住了，给我几天单身日子吧。我和你过日子啊，过腻了，懂我意思吗？也就是说啊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不用我多说吧？这样吧，我转你1万块钱，就当你这1年来
对我的照顾，怎么样？嗯？你干什么？拿我手机干什么？笑话，他妈受够了！跟你分手，他妈不代表我外面有女人，我仅仅是受够了，和你2个人一直这样过日子，很没意思哎，你知不知道？啊？妈的，之前按我在外面多潇洒，是不是？喝着酒，开着机车，逍遥快活的，妹还多。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就打算和你好好的过日子。不过我前2天啊，看到我姨妈姐啊，她好像 po 了2张照片呢。哦，一个人在酒吧里面啊，跟你说，两边都是妹哎，那什么享受啊？啊，我好久没有享受过哎，所以啊，我就打算和你分手，然后去好好体验几回。嘿，你是阿嬷吗？你还在什么年代啊？这21世纪啊，分手不是很正常吗？难不成哦，你和我有那种关系了，我们还做过那种事情了啊？我就不能，是不是再跟你分手了是吗？你前面的男人是怎么回事哦？你不要以为你觉得自己有多清白啊！我跟你讲啊，你之前做了点什么事情呢？我也是知道的。为什么那一天会来那间酒吧？我也是知道的。我知道你是个好女孩，所以我之前并不想把话说这么死啊。只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问我这些问题啊，我觉得你懂吗？我觉得有必要和你说清楚不然你也会觉得我忘不掉你，让你很自愧不如，让你很觉得有点对不起我的。放心，只要你和我分手了，我保证以后遇到什么麻烦都不爱找你。你放心啊，我既然这样说出来了，我就不会后悔。毕竟我半年前就考虑了。对，没错，半年前第一次和你做那种事情，然后我就想着怎么样和你分手，我这样才可以找下一个猎物啊，是不是？那我还是觉得这么快的话会伤害到你啊，所以我才选择现在啊。其实你也其实不在乎我啦，说真的，
你看你在外面也有男闺蜜啊，对不对？而且那男闺蜜对你蛮好的，哼，看他那样子啊，就知道喜欢你。没有看到我，哼，他又怕怕的。好啊，给你们这机会啦，好好珍惜哦。就这样。呀，这什么？特地为我买的吗？谢谢你啊。不过，我觉得我们俩之间还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了。嗯，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你的。嗯，要是我心里没有你的话，我可能都不会选择浪费这一年，对吗？我们分手吧，就当给彼此一个机会。好了，别的我不多说了，我先走了。祝你今天有个好梦吧。啊，再见。喂，我已经跟他这样说了。我知道，但是这是你说的，只要我和他分手了，你就不会找人去骚扰他，去麻烦他。如果你们食言的话，我会一个个的报仇的。再见了，亲爱的。谢谢你的真奶，很甜，很好喝。让我一个人品尝它吧。Feeding on your triggered lies, my ignorance defines you. The roof is gonna cave in, roaring with some dinosaurs, so caught up in the moment. 20-something seconds go, on and on, 20-something seconds go. I'm not ready.
I'm not